兄姐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，今仔日会通伫遮甲咱三个来敬拜上帝，三个来分享上帝予咱的信息。10月第2个拜一啊，今日是过去啊，10月70吼，是加拿大感恩节。啊，11月第4礼拜拜四，就是过来的这个拜四吼，就是美国的感恩节。所以10月、11月就是感恩的节期啊！吼啊，我今仔日要甲咱来三个思想感恩的主题。加拿大的感恩节伫1578年，有一位英国的探险家叫做 Martin Frobisher， 啊，伊发现到加拿大一个所在，所以伊就甲号名叫做 Newfoundland， 就是发现新的所在的意思安尼吼。啊，伫遐建立了伊地点，开始伫遐住。啊，所以伊就举行一个庆生会当活落来，啊，佮有修行的即个餐宴，吼，所以有人认为讲，伊即个生日的伊即个餐宴吼，就是加拿大第一个感恩节啦，吼。后来有真侪人移民移居来到加拿大。有欧洲来、英国来、美国来、法国来，安尼。啊，每一个国家拢有因的感恩的传统，啊，有那带来到这个加拿大。啊，所以遮个加拿大的感恩节拢受遮个国家的影响，吼。啊，伫1957年1月31日，加拿大的议会宣布，每年10月第2个拜一，就是感恩节全国性的假日。吼，感谢上帝保佑加拿大，并享受丰富的收成。啊，讲起来，加拿大的感恩节比美国早40年啊。美国的感恩节是11月第4个拜四吼，啊，这就是1620年1620年的冬天，有英国的清教徒啊，因坐5月花的一只船啊，来到这个美国啊Massachusetts的这个 Plymouth 的所在，吼。啊，遐我捌去 Boston 吼，啊，离伊迄伫咧 Boston 的较南边一撮啦，安尼。啊，因对英国有102个人出发，啊，总是到位的是剩50个，吼。啊，所以因安尼经过一个冬天，啊，有春天，有遮印地人帮助因安怎样种植，啊，所以当因迄个秋天有收成的时阵啊，啊，因伫遐三角来感谢上帝，带遮个印第安人做伙来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啊，感谢遮个印第安人帮助因，啊，这就是美国感恩节的开始，哦。遮英国的清教徒，因伫英国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国教啊，甲英格兰教会，因毋若体制改革，佫真腐败，所以因对1608年开始呢，有真侪遮个清教徒，因就移民去即个荷兰。啊，后来甲即个1620年，因才通过即个大西洋来到美国安尼。所以伫1863年，林肯总统正式宣布啊，感恩节作为美国的国定假日，吼。所以咱看遮个英国的清教徒，因就是真虔诚、真认真伫因的信仰，吼，
圣经下伫上帝旨意。啊，英国的国教甲英国人的教会，伫遐有真侪需要改革，因无要改革，甲腐败，所以因就移民去荷兰。啊，后来有诶才移民来美国，所以这对咱是真大诶启示真大诶学习。移民是为着啥货？因是为着要追求一个会当虔诚来敬拜上帝诶环境。当然，今仔日的移民有侪也是为着望做生意啦，啊是囝儿读册啦，啊会当发展安尼。感恩节，互人想起对上帝的恩典，互人想起就爱对人来感谢。当然，毋是干那感恩做期的事，咱来感恩啦，咱伫平常拢是着爱安尼来存感恩的心，来生活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大声对信徒讲：，着谨慎，无得用歹报歹，或是大家三款态，也是款态正人，着常常对入迄个好。常要追求良善，常常对入迄个好。什么是良善？什么是好呢？耶稣伫马太19章16节，是马可10章17节，伫遐有讲，有一个人来跪伫耶稣的面前，问伊讲：，好的先生啊，阮着怎样做才会通承受永活？耶稣甲伊讲：，你啥事称呼我好啊？无一个好，独上帝那定。所以常常对入好，追求良善的，就是爱追求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爱咱怎样做，咱就怎样做。上帝对待咱怎样，咱就爱安尼来对待人。旧约申命记12章21节讲：，你的目睭毋通可怜伊，着用命陪命，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，手陪手，骹陪骹。所以旧约时代的法律规定，就是袂使你伤害人。你若伤害人，你就爱同款安尼来赔偿。到伫耶稣基督的时代，耶稣讲，伫马太5章43节耶稣讲：恁听见有话讲，着听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敌。若是我甲恁讲，着听你的对敌，为捆着恁的祈祷。所以耶稣基督，伊着教示咱用听，若无报仇，佫着爱听伊。所以耶稣的教示，毋是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，若无报仇，着爱听对敌，佫为着捆着恁的祈祷。罗马12章19节，保罗讲：所听兄弟啊，无得家己伸冤，着忍气较好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主讲：伸冤在伫我，我要报应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咧传道的时阵受到真济无信的犹太人的扰乱，常常拄着各种的苦难。保罗写批予即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就是咱今仔日读即个圣经，就是讲，甲因讲，恁都爱常常欢喜，常常祈祷，凡事感谢。爱对入迄个好，对入迄个好，就是咱追求上帝怎样款待咱，咱也着怎样款待人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大声劝信徒，都爱对入迄个好，说落去呢，16节就讲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这是
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，互咱会通常常喜乐，会通常常上帝来祈祷，会通凡事感谢。所以一切都要欢喜、祈祷、感谢，这三项常常安尼咧做的人，就是真平安、真喜乐的人，也是上帝所欢喜的人。所以咱大成来看讲，第一16节讲，要常常欢喜。保罗伫腓立比4章第10节遐嘛有讲，我点伫主大大欢喜，我无论伫什么境况拢知足。我知影点伫卑贱，也知影点伫富足，或是饱，或是枵，或是有剩，或是欠缺，凡事我拢老练，点伫想使我快乐的，我事事拢会。所以要安怎样会当常常喜乐呢？人的个性背景无相同，待人处事方式习惯也无相同，人际环境事物，逐项要安怎会当来顺序来平衡呢？咱需要上帝帮助咱有智慧、有开力。所以保罗讲，我靠主大大喜乐。保罗就是讲，爱我靠主才会当大大喜乐。无论你拄着什么款安尼无好艰苦的代志，咱常常听起一句话讲，知足常乐那知足的人，伊常常就是会快乐总是人性的欲望是无容易知足的。保罗伊讲，我靠主大大喜乐，无论伫什么境况，拢通知足。所以就爱我靠主，安尼圣神会帮助咱大大喜乐。这就是保罗的知足的秘诀。第二就是17节讲，着祈祷不煞，着祈祷不煞，都爱常常祈祷的意思。咱的身躯，逐日时时刻刻拢着爱呼吸啊！安尼若频繁喘气你就去啊！祈祷就是咱属灵的生命的呼吸，咱若无咧呼吸，咱属灵的生命就死去啊，就停止啊。所以基督徒拢会通对基督的中间来经历上帝的作为。基督就是甲上帝讲话，上帝本来就知影咱的需要啊，为什么咱都爱甲上帝讲话呢？这亲像咱父母咱拢知影囝儿的需要，总是囝儿若会晓甲你讲话，甲你欢喜感谢，做父母的毋是足欢喜，若是父母饲一个袂晓讲话的囝儿安尼伊就真烦恼咧。所以上帝拢知影咱的需要，为什么咱就爱甲伊祈祷呢？咱就是甲上帝相通，甲上帝讲话，甲上帝亲密，会晓祈祷的人，就是心中有上帝，得到上重要，就是用真实的心对上帝祈祷。咱若咧公众祈祷，有时当然会考虑到其他的人的感受，总是咱上要紧，就是对上帝祈祷，因为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耶稣伫马太5章7节讲：恁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腓立比第4章第
60节，伫遐讲一概无得看路，独独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你所求的摆咧伫上帝，就上帝平安，盘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第三，咱就来看这个第18节讲，凡事感谢，凡事感谢咱拄好唱282首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这另外一首感谢上主至大仁义，伫日时而乐，伫眠时感谢，安尼服侍也无够额所以咱就是伫任何的环境，拢都爱感谢。平顺的环境嘛感谢，伫艰苦的环境，咱更较需要上帝的帮衬，咱更较需要倚靠上帝。人袂晓感谢，有2个原因，第一就是袂知足，第二就是看作是理所当然。这个袂知足呢，拄仔有讲过，知足常乐会知足的人一定常常快乐。总是这个知足呢，要安怎知足？就是无做过分的要求，无滥三求。华语有一句话讲“贪得无厌”，迄款的人就是袂知足知足的人，就会晓感恩。感恩的人，伊一定是知足的人。所以咱来学习保罗伫任何的环境，拢都爱感恩。无论是卑贱、丰富、饱足，还是夭饿、有剩，还是欠缺，任何环境拢感恩。佫一个原因袂知足，就是逐项代志看作是理所当然。这是常常人安尼做。咱逐日享受日光凉风活水，拢想讲这都自然有诶。伊袂晓感谢，这是上帝创造诶。上帝是创造万物诶主。父母囝儿、夫妻、亲人是上亲诶。上亲诶，拢想讲你安尼做是应当诶。所以都爱三疼、三帮衬、三扶持、三体谅，唔通看作是理所当然。有一间礼拜堂，伊的门口呢，拢有真济流浪汉伫遐咧求乞。其中有一个看起来敢若较可怜啦。所以有一个兄弟，伊若要去礼拜拢安尼，互伊10块银安尼。经过一站真长的时间，有一日这个兄弟因为真无闲，煞无准备迄个10块银所以到位的时呢，伊就底下忍忍呢，只有5块就5块互伊这个流浪汉竟然有一撮仔生气啦！甲伊问讲，毋是10块，伊就是这个流浪汉，伊得到5块，还是以前得到10块，这拢是别人的恩典呢，这是别人的钱呢，毋是你的钱呢，总是伊所想到的，只有是讲。我今日就10块，我今日减5块，伊无想到讲，这拢是别人的恩典，别人予伊的恩典，所以
所以这就是互咱知，咱所得到一切恩赐，拢是对上帝来。吼，咱常常咧讲一句咱出世空空来，咱出世无带啥物来，总是经过偌久的时间，当然也有上帝赏赐咱的智慧恩赐，会当发挥，到今仔日有偌尼多的遮物质资产安尼吼，这就是上帝赏赐，是通过人来帮助咱，会当来得到的，拢都爱感谢，拢都爱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赏赐，存感恩对人来感谢。所以凡事感谢就是一切事，无论大小事、顺境逆境、快乐艰苦，拢得感谢上帝。因为万项事三角来，拢是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欢喜、祈祷、感谢，这三项都是上帝伫基督耶稣为咱所定的旨意。这是上帝对伊的囝儿的教示，也是上帝对伊囝儿的应允。一个人伊若常常祈祷亲近上帝，知影上帝恩典，也会晓感恩，安尼就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，是上帝所欢喜的人。上帝旨意就是爱伊的囝儿常常喜乐，会晓感谢，会晓祈祷，会晓感谢。虽然伫世间有苦难、有困难、有不如的事，耶稣甲咱讲：世间恁有苦难，总是恁通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赢过世间。所以咱爱用祈祷、用感谢，来赢过这个。我伫这个时阵，犹原也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有三项，第一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我出世伫基督徒的家庭，我常常捌讲起，我的阿公就是我的家族的福音的种子，所以咱若有出世伫基督徒的家庭，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互咱会当安尼自出世，细汉就认捌伊，会晓安尼学习认捌伊，互伊帮助咱行过咱的人生，咱中间若有人是初信，是第一代的信徒，安尼就爱感谢主，你认捌上帝，进入永活的路，你要亲像阿伯拉罕，互你的家族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家族，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，第二，我要感谢上帝，就是讲上帝的路是上好的、上水、上好的。我新人毕业了后，就伫教会牧会，是伫新学院伫机构、教会机构啦，无论是伫大专做，我伫屏东做大专学生工作，是伫新学院侍奉，拢得到上帝带领，拢顺遂，也真感谢上帝，过来就是上帝也保守我全家，拢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伫美国牧会的时阵，两个囝拢伫台湾，两个查甫囡仔，因为因是已经一个高中毕业咧，等做兵，一个已经高二啦，所以我想讲查甫囡仔较不要紧，互因安尼训练独立，阮到美国的时阵呢，就办安尼移亲，移亲，问因有缘无偌久会通来美国，结果呢，直等，常常咧看迄个移民的进度啦，即摆已经办到几当时拢
迄真恶啦，迄敢若久咧行路遐尼慢，吼。等啊，两个囡仔都已经成年啊，成年都袂当依亲啊，都爱因家己个人都爱办啊，个人爱办啊，吼。总是咧，伫这中间大汉的大生来温哥华，后来细汉的幼安也来温哥华，吼。两个兄弟啊，捌做伙伫这个 Mainframe 吼，做伙伫遐上班吼。后来这个细汉的伊就去美国啊，吼呢吼。所以通过这个事，我就想，就是真感谢上帝，讲上帝的路就是上好的，上帝的路第一好吼。有一条诗歌吼，上帝的路最美好吼。所以上帝的时间，逐项拢有上帝的时间，逐项拢有上帝的时间。咱只有顺服，伫迄个中间的时，咱的心真操烦，真安尼真着急。总是过了后，你会发现到上帝的路就是上好、上水的，这嘛亲像父母啊，为着囡仔安排这项，总是囡仔想讲，伊着要安怎总是伊毋知影父母为着伊后壁是安尼安排甲真好势，咱对上帝就是亲像安尼。过来我也爱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安尼互我较无顺流啦吼。阮安尼经过牧会了后，会当退休，会当来住伫即个温哥华的所在吼。因为大汉囝伫遮，有孙啊吼，阮就自然来住遮吼，安尼。所以我本来伫台湾，拢想讲伫台湾是人伊受造就，伫台湾工作吼，拢无想要出国啊吼，总是有真侪人都想要出国，想即个方法、迄个方法，直直要出国，就拢袂当出去安尼。颠倒我即个，都拢也无咧想要出国的人，佫会当出国，佫会当退休呢，佫通住伫即个真水温哥华的所在吼。所以互我佫较体会讲真正逐项拢是顺趁上帝，咱好好安尼去做上帝会为着咱开路所以我用哥林多后书9章15节，就讲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赐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赐。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分享上帝的恩典当然，甲咱厝的人分享机会上多啦吼。然后有亲人、有朋友、同学、同事厝边的人是有啥物机会咱就会通甲人来分享即个福音，分享主的恩典以前是安尼，通过写批电话啦，即马佫较方便通过 Line 啦、Facebook 啦，是 Twitter 是真济拢会当甲人联络，甲人分享安尼最近我伫 Line 收到一个文章感觉真好就是咧分享提律莎修女的即个文章我有用 email 寄互热线若爱的人会当甲热线联络会当看规篇真好，就是讲提律莎伊安尼年轻10几岁伊就去印度的所在，伫遐为着送乡无人插的人伫遐一生服务，所以实在是真伟大的真伟大的人
这个文章的尾流呢，有这个提律沙修女伊讲的话，啊，所以我就伫遮来读互大家来看伊所讲的话，实在是有那部分有含咱今仔日讲的主题伊讲人常常是无讲道理的，无逻辑的没有逻辑的就是无理性，是用自我为中心的。无论如何，你都爱原谅因。你是友善的，人可能也会讲你自私佮动机不良。无论如何，你还佫都爱良善，还佫都爱友善。当你成功，你会有一寡虚假的朋友，甲一寡真实的敌人。无论如何，你还佫都爱成功。你是诚实佮调直，人可能也会骗你。无论如何，还是着诚实甲调直。你多年来所营造的，有人一暝之间就将伊破坏。无论如何，你还佫着去营造。你若找到平静甲幸福，可能有人会嫉妒你。无论如何，你还佫都爱快乐。你今仔日做的好事，人常常明仔载都袂记得。无论如何，你还是着做好事。你将上好的物，互这个世界。无定这个物永远无够，无论如何，将你上好的物，互这个世界。讲到底，这是你甲上帝之间的事，毋是你甲人之间的事。所以这个提律沙修女伊的人格、伊的精神力量，以及纯洁的心灵，是超文化、超人性。伊会使咧讲是疼甲水的化身啦，永远是咱学习的模样。愿咱会当亲像伊的慈悲甲慷慨，贡献咱的生命，找到生命的意义。上帝照着伊的旨意选调咱，咱得到上帝所定的旨意呢，来对入迄个好，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。所以常常欢喜祈祷感谢，就有对上帝来的平安甲喜乐，因为这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恩日的旨意。三角来祈祷，感谢天父上帝，显示阮一条真水的路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互阮会通来听调你伫基督耶稣对阮所定的旨意，互阮会通成做人的福气，互阮会通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安尼祈祷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